宣调，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协同意爱？我的心神恋慕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问我的上帝求救。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啊，我的上帝啊，七鸟为着家己找到一个厝，鹰仔为着家己找到父囝的寿，就是伫你遐的祭坛遐，徛起伫你的厝的人，迄个人有福气，因要直直而乐你。
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你定义背负我们的痛苦。主是的，主谢谢你，因你受鞭伤，我得医治；因你受刑罚，我们得平身体为我生，你
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除去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现在我们可以得洁净，得医治，得平安，都是因着你十架上的爱。哇，你用完全的爱来爱我们，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单单的仰望你，把自己完全献上，奉献给你，跟随你。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
天旋或地转，经沧海历桑田。主啊，你的爱都不能跟我们隔绝。主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的爱永不改变。谢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站立在这里来回应你的爱。我们可以站在你的圣殿宝座前，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圣殿宝座前，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主啊，谢谢你这奇妙伟大的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隔绝你跟我们的爱。这个爱是在我们宝贵的圣洁的耶稣基督里。感谢主，也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交托在主你的恩手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有可听的耳。从潘传道的传讲里面，主啊，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走在你的正道上，一生都不偏离，按着你的旨意过我们的一生。主啊，主耶稣，谢谢你。以上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咱做伙来吟一首圣诗，圣诗34首，圣诗34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一齐来我上帝面前，大声吟诗，学乐以真，上帝至尊，人人着敬。咱起立来吟全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节节来我上帝面前，大声吟诗，学乐以真，上帝至尊，人人着敬。上帝以我膜拜上帝，咱做百姓以来世人，地顶地都义一个，至大至尊要来颂赞。徛地，咱同心出声，用心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请你着真心、真诚、真意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骨，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专法甲先知的总尽头。我用心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是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学生。咱同心后头来祈祷。
万军的主要花，永远坐伫做王的上帝。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你也是创造大自然佮其中的万物宇宙间独一的君王。阮兄弟姊妹，伫即个时阵，阮到你的面前来献上阮的恶乐，来献上阮的感谢，来献上阮的敬拜。感谢你为着阮所做的一切，伫过去日当中，你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互阮伫生活上所拄着，无论是大，无论是小，主你拢听阮的祈祷。不过是照上帝你的旨意，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安然经过。阮搁伫你的殿里来献上阮对你的感谢。伫今早起，阮兄弟姊妹也拢准备阮的心。阮伫即个时阵来到你的圣殿，阮要恳求主耶稣，你即时教阮同在，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伫即个时阵。拢会当暂时来放下世间一切俗务，互阮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神即时教阮同在，因为阮知影阮的心较无上帝你的话语，亲像鹿切切心无溪水迄一样。你的话一个开帖，就互戆人通达。你的话要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的信仰来得到忠贞，互阮的灵命也会当来得到一天一天的保障。主耶稣，伫即个时阵，阮嘛要来伫你面前来承认，阮伫属灵生命趁着私欲的乱足。主耶稣，阮知影，阮有真济会无好。真济歹，真济缺点，我们伫即个时阵求主你甲阮赦免，因为阮知影，若毋是上帝你的恩典，无人会当伫上帝你面前来徛会牢。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阮，带阮来行头前的道路，互阮用上帝的听，兄弟姊妹也会当来互相包容，互相赦免。互阮互相勉励，互阮凡事也拢会当倚靠上帝的帮助。那安尼，阮相信，阮就会当来成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儿女甲百姓。当今日是台南新人院的纪念主日，阮的团队今仔日伫遮也要来代替新人院伫遮来报告。阮知影，台南新人院是一间培养教会未来牧者的学校。当然，阮知影，伫台南新人院，因的欠缺也真济，伫金钱、伫资源非常欠缺，需要阮的教会来直接为因来奉献，来甲因帮助。愿主上帝，你继续赐阮赐福伫阮所做一切。互阮所奉献的，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祝福。阮伫即个时阵，也要为着阮的团队来祈祷，求主上帝你的圣神甲伊三甲伫地，帮助伊刚强壮大的心，来直接讨办上帝你的信息，互伊所探办的，会当互阮每一个人兄弟姊妹，拢来得到祝福，得到勉励。阮安尼就将下面的时间完全交托，愿主赐福，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兄弟姊妹们，请坐。咱即时来启用，伫圣诗后壁面启文第八号，启文第八诗篇27章。启文第八诗篇27章，显着我来客咱人用大声来读上帝的话。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开力，
虽然有军兵怎样要攻击我，虽然掀起刀兵攻击我，有一件事我要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犯难日，伊要暗前保护我，将我藏伫伊布边看捌的所在。当我的头壳得着举起，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节。耶和华，我出声求叫时，求你听。你捌讲，你着翕无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爸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阿免，咱即时，咱搁来看一个上帝话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咱对18节来看到22节。上帝话安尼讲：耶稣行伫加利利的海边，看见两个兄弟仔，就是西门叫做彼得，甲伊的兄弟安德烈，拍网伫海里，因为是讨伊人，伊就甲因讲来对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鱼的20节。因连边离开网来对伊。对这进前，佫看见两个兄弟仔，就是西比太囝雅各，甲伊的兄弟约翰，甲伊的老爸西比太伫船里的底捕网。耶稣招因，因连边离开船，拜别伊的老爸。来对伊，咱上帝话看到遮，咱即时，咱要来请咱的潘传道来证道。伊今仔日也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对你身后，就是对伫你后壁，随你生活。弟兄姊妹平安。咱做伙阿头来祈祷，主，我感谢你，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主，归有你的圣神，感到伫阮的中间，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开宽心，要求主你的话语对阮的生命讲话。主，阮搁一摆要将阮今仔日所分享的话语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甲我伫地，互我无我靠我家己的熬，无我靠我家己的口才甲才能，独我靠圣神的引带，愿耶稣基督你伫遮做王。愿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要搁一摆邀请咱大家来关心神学院的需要。也毋望咱做伙会当为着神学院来祈祷。咱拢知影神学院是培养遮的传道师，未来的牧者的所在。除了有遮读牧师以外，也有即个教会研究、教会社工等等遮会当互咱未来若是有青少年，咱的青年拢会当做伙为着上帝国来拍拼吼。不过咱看见讲，其实神学院拢拄着一个真大的挑战，什么款的挑战？无人要去读，也是讲少子化啦吼。咱看见其实少子化不只是影响着咱的遮的国中小，也是讲咱的大学啦。其实伫咱的神学院内底也有拄着真大的挑战啦吼。我咧做神学生的时阵，我1年级的时阵，阮班有16个啦，吼，16个同学哦，吼，16个是录取啦，吼。不过毕业的可能10个尔，
中间可能有诶休学啦有诶无读了诶，也是讲未毕业诶人不过后一届诶时阵有一届敢若6个人啦。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感受到讲其实一届比一届搁较少诶时阵看到真大诶挑战，就是世间教会伊无团队人下来去甲因牧养。也是讲，咱看伫每一档诶6月份诶时阵，咱长老教会要抽签抽传道书诶时阵，有侪教会是一定等待过6档，伊无法度请到传道书，伊有可能也请袂到牧师。所以咱看到神学院即马面对着真大诶挑战，咱更加需要做伙来关心，也做伙伫咱诶教会内底。彼此咱会鼓励咱的青年，若是有感动，有受上帝的呼召，咱爱做伙来伫即个时代呼求、祈祷、求上帝拣选、差遣、呼召，即世代的青年，也是讲有感动的人，拢会当来做伙来考神学院。我的同学内底其实有一个年纪上大的，伊已经70几岁，不过伊游玩互我真感动，伊来读神学院，伊就是灿坤集团的董事长啦，伊叫做吴灿坤传道，即马伫日本啦，伊是我的同学，伊70几岁，伊受景调真特别，伊就是去佚佗的时阵啦，去行迄个圣雅各之路的时阵行，向圣性充满倒来，个信主，马上个考神学院，伊即马伊原本对拜拜的，到即马一定做一个传道师，伫日本咧宣教。所以咱看见其实上帝伊要拣选人、找派人去读神学院的时间，拢无一定共款。有的是警察退休了后，有的是做即个职业军人退休了后，老师退休了后，搁去读神学院，因为因愿意受上帝呼召，伊无论伊几岁，因愿意互主来录用啦所以我想，神学教育毋是干那对神学院开始神学教育是对家庭开始，家庭就是一个小型的教会就是讲教会毋是干那讲囡仔等候教会，囡仔个有信仰，毋是囡仔的信仰是对家庭来所以神学教育是对家庭、对主日学、对咱主日的礼拜来开始。所以咱伫主日礼拜的过程中间，其实咱就是亲像咧上神学教育不过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咱看见神学院会欠缺，邀请咱大家游玩为着神学院来祈祷咱的祖报内底有一个细项的即个奉献袋，你若是有感动，你会当特别为着神学院来奉献啦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没有，今仔要甲大家来分享就是呼召啦什么是呼召？你敢知影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的呼召是啥物？常常若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伊应该爱知影上帝对伊生命中间内底的计划是啥物家己姊妹，你敢知影上帝对咱中分教会的呼召是啥物？你敢有思考过是安怎样？咱的中分教会要伫即个所在设立教会？咱敢知影，咱伫即个教会，咱的教会会当为着即个社区做啥物？你敢有想过，上帝对中分教会10年以后的想法甲旨意？20年以后、30年以后，我想咱搁一摆爱来想看觅，到底上帝呼召咱的生命、呼召咱的教会的旨意是啥物若是咱无常常去孝念、去孝顺的时阵，咱有可能会袂记住咱有可能会失去原本的意向跟感动了那咱什么是呼召？呼召毋是干那针对牧者献身的人去读神学院尔，毋是呼召也包括你甲我伫内底最后说，伊要上天进前讲什么？甲伊的学生讲：你要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啦。所以，差遣咱正大家行去这个世界，互万民做主耶稣的学生，是你甲我上基本的使命你敢是耶稣的学生？敢是？是所以耶稣对这门徒讲，也对你，也对我讲
所以呼召毋是干那去读神学院的神学生才是呼召啊，是咱每一个人拢有传福音的使命啊。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有特别的呼召，有可能是伫你的职场、你的专业内底、你的家庭内底，你有某一款的恩赐甲特质，伫教会中间，有的人真够关心人啊，伊真够一句话就互人感觉真暖心啦，会当互伊开阔心，会当互人对伊讲出伊所有的艰苦啊。有的人真够安怎传福音啊，有的人真够教导啊，有的人啊，伊真够做遮足水的物件。大家人的特质拢无共款，不过上帝要透过你所会晓的、你的专业、你的特质，要来传福音，你敢愿意？拄第一条歌叫做《这个十架的爱》啦吼，你敢有会记你甲主耶稣性命相拄的时阵，你敢会记你是安怎样要信主啊？兄弟姊妹，咱常常来想想讲，到底我的性命是安怎样会坐当遮做礼拜？咱的信仰敢是一定诚做习惯？咱的信仰敢有可能是家族的信仰？毋是啊！今仔日主耶稣讲的是啥物？是主耶稣甲你甲我的关系啊！毋是因为习惯，毋是因为家族啊！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甲上帝特别的故事，无论现在的咱是怎样，上帝的景调拢无后悔啊！有可能咱咧面对一个事工的时阵，感觉家己无气力，会惊吓啊，感觉家己做袂到。不过今仔日上帝要搁一摆对你讲，伊要呼召你甲我，伫即个世代的中间，为着世上的灵魂来徛起啊！咱今仔日看到的经文是咱真熟悉的经文，是关系到耶稣呼召两对掠鱼的兄弟要成做门徒的经节啦。这是上帝伊差派伊的囝耶稣基督伫世上咧传道的时阵，头一对呼召的门徒啦。咱看到经文讲啥物？耶稣看见彼得跟约翰啦。咱的中文是看讲看见啦。不过，咱详细来去看的时阵，其实海边啊，遮尔济人啊，遮尔济人咧掠鱼啊，独独耶稣基督，伊看见彼得甲约翰啊，即个看见有注意的意思啦，也就是讲，伫遮尔济人的中间，耶稣注意到即对兄弟啊，兄弟姊妹，耶稣也犹原伫万百姓中间注意到你甲我。当耶稣行伫加利利湖边的时阵，看见因咧掠鱼啊！这对兄弟啊，伊的职业是啥物？负责掠鱼的啊，也就是讲，掠鱼啊是因一生的工课，因一生的使命，因工作的收入，伊的职业啦。不过，咱看到经文真简单啊，当耶稣看见了后，就对因讲啥物？来跟从我。兄弟姊妹，你等下行去中文渔港，有一个人对安尼讲，你会感觉怪怪无？等下你若去中文渔港踅街散步的时阵，向有一个青云人跟你讲，来跟随我，你会跟随无？你也想想啊，你伫甲约翰面对着耶稣的时阵，当这个耶稣对伊讲的时阵，因是啥物款的情况啊？不过咱看见耶稣讲，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啊！耶稣做一个邀请的动作，要互因一个新的生命的目标，一个新的生命的使命，无过是掠鱼啊，是要成做一个得人的渔夫啦，得着人亲像掠鱼啊同款啊。咱搁一摆来看见经文的时阵，其实这两个兄弟啊无任何回应啊，无任何回应咧，因个随时安怎，甲这希望啊放咧，就要军队耶稣啊，兄弟姊妹，你我多无？若是有人甲你弄门，哭，平安，我有感动要叫你甲我去非洲宣教，要放咧啊！你敢有迄款的勇气？彼得甲约翰竟然有这款的勇气，
面对着一个青云人的时阵，当耶稣来呼召伊的时阵，甲伊讲：“你要得人如得鱼，因就安怎放咧啊？”这是偌尔大勇气，伊需要甲伊的希望啊放咧啊！兄弟姊妹，伊所放的，敢若亲像一个希望啊那尔，毋是啊？伊所放的是啥物？因舍下的代价是什么啦？伊的财产呢？伊随时就要将伊的资产放咧，将伊的收入的来源，有可能是伊的兴趣放咧，伊也爱将伊的身份放咧，伊也爱将伊的成就放咧，伊也爱将伊唯一会晓的物件技术放咧。兄弟姊妹，即个网啊，甲即只船啊，也是伊性命的一切啊。顶礼拜团队甲大家来分享，即个玛利亚游园是安尼啊。玛利亚伊游园用迄个香油安怎讲互破了后，将伊性命的一切交互耶稣啊。兄弟姊妹，我读到即个经文的时阵，我感受到彼得甲约翰，伊拄到耶稣的时阵，伊看见耶稣的时阵，一定超过伊所有一切的价值。伊看耶稣赢过世就万米的一切啊！这是互咱一个真大的一个信仰信息啊！咱敢有听耶稣大过一切啊？咱敢有听耶稣大过你所意爱的物件？咱的生命中敢有迄款你掠条无愿意放落的网啊？毋那是遮个那尔，有可能是你的习惯啊，有可能是你的歹习惯啊，有可能是啥物？你的不安全感，你必须甲即个希望啊掠掉的啊，你无愿意放落啊，有可能是一项事啊，一个怨恨啊，一个伤害啊，一个无安全感啊，一个自卑感啊，互你底到安怎掠掉的啊，你无法度放落啊！兄弟姊妹，金钱无法度互咱真做咱世间的安全感啊！咱看见侪问道，伊拢安怎放落一切啊？今仔日耶稣除了邀请即两个兄弟仔以外，耶稣要搁一摆邀请你，你敢愿意来跟对伊啊？你敢愿意将你的性命尊主做大？你敢愿意伫选择的中间，犹原选择耶稣的教导？你爱耶稣吗？你敢有听耶稣？你敢有听耶稣？有听耶稣无？若是有听耶稣，你就爱听耶稣的话啊！你如果爱耶稣，你应该爱耶稣的话。你如果爱耶稣，你就会遵行他说的话。这真简单啊！不过往往咱伫教会内底做会到，无一定伫咱的平常的生活的时阵，无一定做会到，因为人有软弱啊。所以咱必须爱安怎？每一天灵修，每一天读经、祈祷，是因为要互咱的生命重新搁一摆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赦免阮啊，赦免咱的罪啊。求上帝的话语真做咱的开展，真做咱的帮助，互咱会当赢过咱生命中的软弱，互咱会当赢过这个世间充满罪的时阵，对咱的捆绑，对咱的控制。圣经的开展会当互咱赢过罪伫咱生命中的影响啊！所以咱看经文，耶稣搁安怎？伫海边啊，拄着另外两位兄弟啊！哇！这两位兄弟啊，更加啊，这个，互咱感觉真白白啊！毋是干那放落遮一切那尔呢？经文讲到啥物？这个西庇太甲这个安提勒安怎？耶稣犹原甲因呼召啊！啊，来跟对我，来跟对我！伊毋是干那放落伊的财产那尔，佮甲伊的老爸安怎告别啊？兄弟姊妹。跟对耶稣的代价遮尔大呢？跟对耶稣的代价，除了放落一切以外，你该告别恁兜的人啊！
而且对因来讲，当因放落的时阵，毋知影讲即个找份人到底会当互因食，会当互因啉，会当互因住无？拢无法度想到啦。因无法度了解因的未来会拄着什么款的挑战，因无法度知影即位耶稣要带因到伫倒位去啊。不过当因愿意放落一切的时阵，代表因将因家己的性命完全交予耶稣。对我来讲，面对上帝的呼召真无简单，因为毋是干那停留伫感动那尔。上帝的呼召毋是干那讲你今仔日去手敬拜俄勒真感动，你去头前互牧师祈祷真感动那尔，毋是啊。对我来讲，面对呼召是一个上困难的课题啊。我要去读神学院的时阵，又有真多的挑战啊。因为我有我想要做的代志啊，我有我想要完成的目标啊。不过当上帝来呼召的时阵，哇，你会发现讲，你安怎走拢走倒来原点啊。兄弟姊妹，其实上帝真早就呼召我。我伫16岁的时阵就互上帝来呼召。不过我真无爱去读神学院，因为做牧师毋是我的意向啦吼，毋是我感觉我做会到的，因为我感觉讲做牧师24点钟随时拢爱接人的电话呢。做牧师甲先爱承担足侪人的情绪，爱关心每一个家庭。我甲上帝讲，上帝我做袂到啊！我对圣经也无遮尔济明白啊。所以我个为着要得撇上帝的呼召，我个去读研究所啊吼。我想讲读一个研究所，看我都走去海外上班个甲即个感动压落去。不过当我研究所毕业的时阵，厝内底发生侪的代志我的爸爸发生侪的挑战啦吼，那伫生命顶悬的遮的挑战。我的爸爸是一个童机呢。我是对一个拜拜的一个家庭出身，不过当我伫教会的时阵，我却无法度将即份耶稣基督的疼分享予我的老爸啊。不过我的爸爸犹原咧拜拜啊。不过伫即个上帝呼召我要读神学院的过程中间，我的爸爸有3摆面对着生命的危险啊。不过伫即3摆的中间阮的牧师、阮的长老为着阮爸爸来祈祷传福音的时阵，我甲上帝讲。若是阮兜的人拢未明白你想到你要竞选我去读神学院啊，我家的人都还没有信主啊。不过，阮爸爸经历3届的即个病危啦吼，到最后牧师、长老暗时祈祷，隔工，阮爸爸就完全医好3摆。不过即3摆我拢甲上帝讲我要读神学院，结果拢无去，因为心中是有千万的无愿意啦吼。不过伫最后一届，当我拄着阮爸爸真正足严重的时阵，左半边的脑袋中风，敢若即边会当动的时阵，哇！我甲一摆甲上帝讲，上帝，我愿意去考啦。我讲上帝，我甲考一摆尔哦，我只考1次啊。结果一摆就去哩啊，就到今嘛。所以对我来讲，面对神学院的呼召，其实毋是干那停留伫圣性充满，向上帝来呼召你的感动那尔。当我要入到神学院的时阵，我更加会当来理解即款的代志，因为伫神学院的上课的过程中间是犹原侪的挑战甲痛苦，因为咱知影做神学生其实是无礼拜六、礼拜天啦吼，礼拜六、礼拜天拢爱伫教会，周间拢爱上课，所以基本上你咧做神学生的时阵，你拢是咧上课。伫教会服侍，每一工我伫神学院起床的时阵，我来早祷会起床的时阵，拢讲上帝啊，我想到来遮。迄个时阵，我才发现讲，原来呼召毋是干那一摆尔呢，呼召是每一工的啊。上帝的呼召是每一工的啊。上帝的呼召是你目睭闭开的时阵，你就活伫呼召内底啊。呼召毋是干那回应一摆尔呢。呼召是每一工、每一个时刻，拢咧呼召你啊！所以咱来看这段经文真趣味的是啥物？咱看到耶稣对因讲来跟对我，这两对兄弟个安怎放落了后来跟对？咱来看经文真趣味啦吼！
这个耶稣跟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这个跟从你原文内底叫做来啊，就是耶稣咧邀请你甲我来啊。不过当这个因两对兄弟仔放了伊的希望啊了后，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当他们放下渔网的时候，原文是啥物？真做门徒啊！伫中文内底，咱看拢是军队。不过伫原文内底是安尼啊，也就是讲，当你甲我愿意放了家己生命一切，尊主最大的时阵，迄个时阵，你就一定真做主耶稣的门徒啦。遐伫姊妹常常伫咱的国语的版本，伫台语的版本是看袂出来。不过，当咱放了一切，迄个时阵，就一定开始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讲，当咱受到上帝呼召的时阵，咱若是无行动，就安怎停伫遮那尔。所以面对呼召，爱安怎？爱有行动啊！咱每一届咧祈祷求上帝复兴咱的教会的时阵，咱无行动，会复兴吗？袂啊！咱每一届咧祈求上帝，伫咱的性命最刚的时阵，咱无愿意亲近上帝，无法度啊！所以咱必须爱安怎？爱有行动啊！我们渴望教会复兴，我们就要有动作、有事工、有祷告、有付出，要付上代价。门徒付上的代价，就是安怎？放了伊生命一切，那安尼？咱的教会敢有愿意付上代价啊？所以，若是咱面对着呼召无行动，呼召就停留在那里。不过，当因愿意行动的时阵，迄点因就真做门徒啦。也就是讲，呼召爱带出行动，才会当活出呼召。当我伫神学院的时阵2年级的时阵，我还去休学啦2年级的时阵是课业上重，搁爱参与做即个学校的即个事务啊学生会啦即个财务啦有诶无诶做侪代志啊！我讲哇，上帝我1到5拢满堂暗时互个爱晚祷互个爱开会礼拜六甲带青少年礼拜日来个摆着讲道哇！若佫拄着受难酒，神学院是一礼拜拢有活动的呢，逐工拢有聚会呢。哇！迄个时阵真正是有够大的挑战，甚至是伫神学院的时阵，我捌甲我的牧师讲，牧师，我好像在旷野呢，我的生命很像在旷野啊，我得不到喂养啊，因为咱不断咧读册，伫教会是无法度专心做礼拜，因为阮神学生是爱带主日学，爱带青少年，是无法度专心做礼拜。我感受到我的生命伫神学院2年级的时阵，我真正拄着真大的挑战啊！当我面对着无帮站、无远望的阶段的时阵，我犹原流目屎，求上帝帮助我，互我想起上帝对我的呼召啊！因为伫迄款旷野的过程中间，哇！你才原来才知影讲，上帝伫我的生命内底有偌尔重要。上帝是偌尔真、偌尔我的上帝。当人顺遂的时候，我们想不到上帝不过，当困难、当这个环境困难挑战来临的时阵，咱才会常常想到上帝的重要。叫上帝来帮助咱啊！当咱受到耶稣呼召的时阵，不是干那代表讲会一切顺遂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不代表我们会从此一切顺利啊。我们反而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不过耶稣伊不断咧甲伊的门徒讲啥物？你爱将厝起伫石盘顶啊！你将你的生命建造在哪里啊？风吹雨淋的时候，建造在石盘上的总不会倒塌，但是建造在沙土上的必倒塌。什么意思？
咱爱选择起伫石盘顶嘛。不过你起伫石盘顶会拄着风雨无？有缘会拄着风雨。不论你盖在沙土上、石盘上，咱的人生拢会拄着挑战、拄着风险。不过主要所以应允咱是啥物？当咱的生命、咱的教会起坐伫伊的话语顶面的时阵，无论拄着恶担当的挑战，咱的生命拢袂摇掣。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经文叫做啥物？题目叫做随你身后啊。咱爱想象的是啥物？到底你军队的是啥啊？有拄时咱一定毋是对耶稣，你敢知影？对毋着人啊。有拄时是你对家己的感觉啊，有拄时是你对家己的习惯啊，对你家己想要的啊。不过耶稣讲啥物？来到我之后啊，来到我之后啊。来到我之后，红哥你安怎？对好调啊！你若无愿意读经，无愿意来做礼拜，无愿意祈祷，你哪有法度知影讲你到底有对调无对调啊？上帝予咱的圣经，就是要予咱知影，咱敢有活伫伊的心意甲教导内底啊？咱敢有真正将咱的生命，确实实完全军队伫主耶稣的后壁？还是咱已经走无去啊？还是咱已经家己做主啊？咱要搁一摆来想想啊！咱毋是靠着家己的意念、家己的气力啊，咱是靠着咱的大牧者。咱敢有完全军队耶稣？毋茫咱的教会会当记牢上帝予咱的意向啊！活乐健康啊！对这点开始，传道毋茫咱的教会会当常常记得上帝予咱的意向啊，活力健康啊。什么是活力健康？咱爱有活命啊，咱爱有气力啊，咱爱有活力的心、健康的心啊。伫接落来今年的讲道内底传道拢会针对这4个目标内底，做伙来看圣经安怎讲，安怎来活力。什么款的生命，较是健康的生命？咱必须安怎带出行动，才有法度活出呼召啊！箴言29篇18章讲，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啊！那呢？你的意向是啥物？你的人生敢有上帝予你的意向甲呼召？若是你的生命，你袂记你的呼召，那安尼你就安怎？你毋知你伫倒位啊？若是咱的教会无意向，民就放肆啊！这是箴言甲咱讲的啊吼。毋茫咱的教会生命拢会当遵守耶稣基督的话，活出耶稣予咱的教导。最后，咱要来看这2对兄弟啊，最后的处境是啥物啊？吼，时间快转到耶稣死掉之后啊。咱煞来要收兰手啊！咱要来看，这个门徒因对耶稣走过高山低谷啊，看过耶稣行神迹，也看过耶稣拯救拉撒路吼，对死人中割活，伊也看见伊行真侪的神迹来医治病人看见伊荣耀路程啊！这个门徒会当讲是甲耶稣真亲密、真亲近的一群人。伊也亲目睭看见耶稣死啊！咱看耶稣死了后，西门彼得讲什么？他对他们说：“我打鱼去啊！”他们说：“我也和你们同去。”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什么意思？耶稣呼召因爱出去。互万民成做门徒，不过当因失去耶稣的时阵，失去一个老师的时阵，因竟然安怎回到过去呢？因等于到因原本咧做的代志啊，因等于因原本咧掠鱼的工课啊。不过因安怎回到起点啊？兄弟姊妹，当咱的生命无活伫上帝的呼召的时阵，咱就亲像这2对兄弟仔同款啊。那一夜
并没有打着什么啊，回来到原本的所在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看到什么？当我们忘记呼召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过去啊。当咱若是袂记你教会的异象的时阵，咱真紧重分教会嘅过去进前共款，咱无法度继续往头前来行。当我的性命若是要往头前来行，袂记你呼召的时阵，我就安怎？当去到过去啊。以色列人毋是安尼嘛？以色列人，上帝要带因入去到迦南地，不过因过程中间一直不断袂记哩上帝予因的呼召啊！上帝伫因的中间的同在，因犹原袂记哩个埋怨，要转去到埃及去啊，回到过去啊！所以当咱的呼召若是袂记哩的时阵，咱就安怎又回到原点啊？所以呼召毋是干那回应那尔，呼召是每一天拢活伫呼召内底啊！呼召啊是每一天闭目睭的时阵，每一个时刻拢伫活伫上帝的教导内底啊！我伫进前咧牧会的时阵，我听过一句话，互我毛骨悚然啊！伊讲哦，伊伫教会内底咧做礼拜，伊也真参与伫服侍内底。伊也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啊吼。不过当礼拜结束的时候，带阮青年出去佚佗，哇，伊就开始变一个人啊，惊到呢。伊就讲没有啊，我现在离开教会了啊，我已经离开教会了啊，我现在没有在聚会呢。什么意思？伊讲伊的信用是就像上下班打卡制啊。兄弟姊妹，咱的信用不是上下班打卡制呢。咱的信用毋是活伫教会要互人看那尔呢，咱的信用是伫平常时伫你的家庭、你的性命、你的世界、你的同事面前，你拢爱安怎？活出耶稣互你的教导啊！毋是干那伫教会内底遵守那尔呢，毋是干那伫家庭遵守那尔呢，伫你的学校内底，你的逐时刻拄着每一个人，你拢爱互人看见你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啊！所以兄弟姊妹，邀请你，搁一摆要来鼓励咱的教会，咱搁一摆来到耶稣的面前，甲主讲：主啊，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愿意来跟对你啊！你敢有听耶稣？搁一摆来问你家己，你若是愿意听耶稣，你就会将耶稣的话放伫你的心内，你就会将耶稣的话当作你生命的准则，一生来遵照伊的教导。我相信，当咱的教会遵行伫上帝的话的时阵，上帝的圣神的开来要伫咱的内底，破碎的关系要搁一摆来恢复，受伤的要得到安慰，无平安的要得到上帝的平安甲自由。最后，对你的身后，随你身后啊！放乐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真困难的。放乐毋是干那讲讲到这个物质层面那尔，搁较侪是你敢有愿意放乐你生命内在的习惯，你的价值观你的生命内底的软弱，你敢有愿意放乐啊？每一个人的条件拢无共款，我也相信每一个人拢有甲上帝无共款的经历。不过，咱有一个共通点是啥物？咱必须爱使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啦！吼，不是干那放乐家己一切那尔，也要告别父母啊。圣经讲啥物？末后的世代不一定怎么样，婆媳之间会好啊，儿女之间的关系不一定会好啊，因为安怎？每一个人的信用拢无共款，咱敢有愿意彼此来放乐啦，彼此顺服伫耶稣基督的话内底。咱拢了准讲回应呼召，必须爱放弃。不过，当我搁一摆徛伫遮的时阵，我想，毋是放弃家己想要做的，是我行伫上帝呼召的过程中间，上帝将我想要做的代志，做伙伫我回应呼召上帝这条路，做伙来完成啊！
今仔日上帝也要搁一摆来呼召你甲我来到耶稣生活啊！你敢有愿意跟对伫耶稣的后壁？你敢有愿意放落家己？虽然毋知影未来拄到什么款的挑战，不过咱知影，只要咱面对呼召，毋是干那你一个人咧面对，是耶稣行伫你的头前，是耶稣陪伴咱的教会，伊行伫咱教会的头前。咱知影咱的教会有望有真大的欠缺，不过当团队来遮的时阵，我相信上帝一定为咱备办。当咱愿意遵照伊的话，当咱的教会愿意尊主最大的时阵，上帝一定备办好。上帝一定知影，伊呼召咱的教会伫灵园这个所在有伊美好的旨意。不过咱爱愿意尊主最大。今仔日耶稣要对咱大家讲，要搁一摆呼召咱的教会性命，讲来跟对我。你所跟对的，毋是一个家族的信仰；你所跟对的，毋是一个习惯来做礼拜的信仰；你所跟对的，是你的性命，用真实诚灵对耶稣讲：主啊，我愿意回应你的听；主啊，我愿意将我的性命交托予你；主啊，我要宣告，你是我一生的救主甲盼望。最后，团队要甲大家来勉励，咱真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咱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咱洗礼了后，无代表咱的性命就一帆风顺，无代表你就一定摕到天堂的门票，毋是安尼。洗礼代表是咱家己的性命选定耶稣是主，无代表咱的一生风平、一生平安袂。不过，咱会伫迄款恶担当的环境中间，耶稣基督的平安要家己伫地，耶稣的话语要成做你甲我的快乐。虽然我毋知影你拄着什么款恶担当的事，不过主耶稣伊即个时阵，伊要望你的性命，伊要望你的心，互你破碎的，互你受伤的，互你惊吓的，互你有侪侪烦恼的，伫主耶稣内底，咱每一个人拢要得到安息甲平安，因为即个平安是独独耶稣会当互咱的，因为即个平安是世上无法度互你的，即个平安毋是老爸老母会当互你的，独独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要成做你甲我的盼望。伫沙罗来的受难周，咱要搁一摆来孝念主耶稣，咱要搁一摆来陪伴主耶稣咧行即段十字架的道路。我想即段时间，咱会当开较侪的时间，伫经文内底，伫诗歌内底，咱做伙陪伴咱的老师来行即段十字架的道路。若是你是伊的学生，你就爱照伊的话来行；你若是听耶稣，你就爱听耶稣的话，你就爱用你的性命活出耶稣的教导。耶稣要搁一摆对你甲我的性命讲：来，跟对我，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我们搁一摆宣告：主，阮的性命要来跟对主你。主，虽然阮的性命有侪侪的挑战，恶担当的事，有软弱，也有艰苦，也有伤害。不过，主，阮相信，当阮愿意开喙祈祷的时，主啊，你要来望阮的性命。你要互阮的性命开阔，你要互阮的性命无过独独一个人来面对主你，互阮知影伫顺境逆境，你拢陪伴阮行人生的路。主，阮知，阮在座每一个人无法度陪伴彼此行到性命的路尾，独独上帝你会当陪伴阮行过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惊吓，每一个挑战。主，我要将在座每一个人的烦恼交托伫你的手中。主，虽然我无讲，不过主耶稣，你的圣神要来成做阮的平安，要成做阮的帮助。愿主圣神，你充满伫中风教会内底，互阮众兄弟姊妹拢有谦卑受教的心，互阮会当愿意用阮的性命尊主你最大。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十字架的救恩，互阮会当赢过死亡的试探，会当互阮赢过一切罪恶的捆绑。
因为你十字架的救恩，互阮会当透过你的保护，赢过罪恶伫阮生命中的影响，互阮会当去一摆来到天父阁好。主，阮足听你，主，阮的听毋是干那对唱歌中来听你，阮的听毋是干那伫喙中来听你那尔。阮的听你是用阮的生命，亲像拍破香油的玛利亚同款，将阮生命的一切上好的献上互你。主，我们将中文教会交托伫你的手中，互阮的教会会当完全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将阮的欠亏也摆列伫你的面前。主，阮知你一定为阮备办好势，阮只好完全来顺服主你的教导。主，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再来吟唱圣诗，来学了咱的上帝。圣诗490首。圣诗490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哪准忧伤真快乐。逐时刻学了吟诗，满心平安真得意。为得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底跳跳大欢喜。牵条主毋通放离，就得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咱起立来吟这首。请坐。这个时阵我来报告，
咱顶7月聚会主日礼拜出席58人，奉献2490块。主日出席12人，奉献760块。拜的团契出席9人，拜3祈祷会出席17人，拜6青年团契出席8人，拜6青年团契聚会出席5人。主日事工的分配讲道是潘家群传道，诗会是历史琴技术，司琴是刘王基同学，同直李敏秀技术甲王雅玲技术，敬拜是第一组，电子琴是黄文婷姊妹，主日是第5组，导播音控是有张嘉恩甲麦世如吼，电脑的导演是李义杰技术，招待是杨丽春姊妹甲陈玉英姊妹，交通组是有老主席第6甲谢南。下周事工的分配，拜妇女团契主理玉春楚姊妹，地点伫教会1楼。拜3祈祷会敬拜是李敏秀技术，司琴是刘安迪兄弟，要为着大道家庭是李国尧兄弟的家庭吼。拜是中一探访是要到迄个苦平安地老的家庭轮值探访的中级是黄子公长老甲李义杰技术。拜六青少年团契是要来参加即个国乐团来活动。拜六少年团契聚会主理是老主席长老，圣经是箴言3章50到70，题目我靠主关关过。咱本周的金句这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4章第19节，遮有台语的甲华语的吼，咱拢出声咱拢来读一遍吼，来请。伊就甲因讲来对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伊的华语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教会消息头一项今日是大人新人伊的纪念主日咱是由咱本会的团团道来正道请安甲报告请咱兄弟当为着大人新人伊来关心大道甲为着因的需要来奉献吼。第二下主日是3月29，就是中秋主日的开始吼。是主要说为着咱世间人的罪受难的开始。世人7月1期是3月30，到4月初4，就是拜1到拜6。受难这个期间，请兄弟姊妹会当尽量避免参加喜庆、宴乐，通来纪念主要说为咱所受的苦难吼。咱伫即个后壁面周报后壁面遮有诶圣受难节就是有对拜1到拜5啦吼，拜1到拜5的经节咱伫受难节的时阵，咱会当互咱做参考，伫咱的厝来做灵修礼拜祈祷吼。第三项，高雄中华高南区12间教会后要来举办联合受难周的圣餐礼拜，日期是伫4月初2拜4暗时7点半吼。地点要伫即个一家教会。咱要参加的兄弟，咱请到教会2楼遐吼，咱伫外面遐主堂外面有桌顶签名，咱若是签名了后，咱较方便来安排车辆吼。咱做伙到一家的所在，咱伫遮来举行即个受难周的联合圣餐礼拜吼。咱兄弟姊妹会当踊跃报名吼。第四，林门正教会举办即个国乐团来联合活动，日期是3月28，就是后礼拜6吼。地点要伫林门夜市主题是S 电影院，就是即个万王之王，即部的电影非常好看吼。咱要一定爱来参加。时间是下晡5点到8点。因为嘛要准备即个活动的餐点吼。咱若要参加的兄弟，咱请到嘛是共款伫即个2楼主堂的外面即个桌顶，咱来签名。咱会当望咱的姊妹，会当踊跃来签名。咱伫林门遮尔吼，所以咱拢家己翘倒仔过，伫即个
夜市啊，咱知啦吼，你们夜市啊，咱拢知吼。好，第五咱屏东中会大专青年部举办即个青年讲座吼，讲师是刘子俊牧师，即个是台北福兴堂的主任牧师，伊对即个青年吼，真有恩赐。的意思就讲对青年特别有一套啦吼，所以咱毋嘛讲咱。等下我搁报告来，地点要伫即个林德长老教会，时间是4月11，拜六暗时7点到8点40，对象是青少年甲社青。我一只特别呼吁，就是咱教会社青吼，会当踊跃报名。咱只目前为止已经有报名13个人啦吼，已经报名13个人。咱就是欠少咱即个社青吼，就是社会青年，咱会当踊跃报名吼。伫会当即个咱的。洪忠长老来报名吼，礼拜四时阵，是伫外面遐嘛当来，外面遐要签名吼，咱洪忠长老来报名吼。第六，会注意正道，讲师是潘家群，传道，圣经是马太福音21章第1节到11节。第八是你在迎接什么人吼？你在迎接谁？来过来就是咱大道的事项，咱有伫拜一到礼拜日，这所有的事工，咱来为着这事工，咱大道的开力是真大吼，咱伫拜一到礼拜日为着这事来祈祷，搁为特别提名的吼，为病痛、为年长、为心灵甲生活的吼，为着这兄弟姊妹，咱拢来伫日常生活当中为因来提名祈祷来，搁有咱中央教会奉献的名册吼，咱。若有记毋着去，咱伫咧拜煞，当然找咱的李敏授会记来见证。我一只来报告咱金主节的奉献。礼拜现金54人奉献3120块，月定现金2人7000块，国民现金1人1000块，为着建堂现金2个人12000块，为着妇女团契现金1个人1000块。为了青少团契现金1个人1000块，为了主日了现金1个人1000块，为了敬拜赞美团契现金1人1000块，为了双人团契现金2个人2000块，对外奉献有4个人7200块。咱的奉献总计是总共有36320块。咱才起立来做奉献的金丝。真侪。咱要来下拜六，咱要来拜六吼，咱迄个5点到8点，咱联合的复活传爱，吼，伫夜市仔的所在，请咱第一这件事，虽然是联合的，总是咱出去，咱是代表中文教会，吼，莫讲中文教会迄个空位，人甲较大位拢无人，吼，因为真近，无介远，搁一点，咱的教会，吼，真正有疼。因为即个活动，即个万王之王的电影，是因为嘛开袂少钱啦吼。即个为着要互咱即个咱会当通好伫迄个所在看见耶稣伊的关灵吼。所以伫迄块片内底，咱嘛是有一个人我讲过一个人是120块吼。搁一点，本来是咱食物件，咱的即个看晚餐的时间是咱家准备去。假使讲你若是感觉讲，我特要来遐野餐，搁通去看电影，搁听上帝的话，伫遐有分享，有即个性命的分享。安尼你家己要炸物件去嘛可以，你家己炸去。总是咱的教会真正是真正有疼，为着
咱的巴肚面前问题，吼，惊讲啊，有时阵吼，你若要搁去买物件，啥物无方便，所以咱为虾物会报名？报名毋是讲叫你一定着爱去，甲无去，还是你报名着袂，你无报名着袂使去，毋是安尼哦。报名是因为要互你有物件通食，吼。报名是教会体贴咱的需要，咱特别你要有登记，阮就为你备办迄个较简适的物件，互恁食。啊，你若家己要家己炸嘛可以，啊，你要伫附近的单位买嘛可以。所以我希望咱中文教会，咱奥多摆啊徛咧，啊是脚踏车徛咧，像咧运动安尼，咱会当来去参加，吼，来去参加。搁来第二点，就是咱即个联合受难周的即个礼拜。咱顶届伫咱中文教会，咱有看见嘛？吼，顶届咱拄仔咱的教会第一遍的时阵，就来咱的教会，真侪教会因嘛是拢来参加啊！吼，真侪教会咱拢家己有目共睹，无看到嘛吼，咱坐到拢无位啊吼。为虾米肯安尼？别人嘛是咧做工课，嘛是咧上班啊，吼。啊，毋过因无上班咧，赶下赴的，人因就有报名就会当来参加。咱今仔咱嘛是共款，咱要伫一家教会，咱也只要咱的时间许可会使，吼，咱的教会车辆有咱的第二长老，伊就甲咱安排，吼，看要安怎来坐车，安尼分配。啊，所以我真望讲，咱因为迄张单伫遐吼，丁守长老讲报名，但是我看桌顶吼是无人报名啦，桌顶还袂报名吼，所以吼无勉强，但是你若伫迄天，你会当来参加，我希望咱拢会当来守即个受难周的约，咱来到一家教会来参加，吼，莫讲迄张白纸伫遐啊远咧，啊拢无人报名，安尼啊到时阵去，啊中文教会请起你几个，我无好看，吼，咱至少嘛爱有人有当踊跃来参加，而且补充报告以上，感谢。后来也大拄仔顶迄个丰盛长老咧问我吼，问讲咱要去野餐遐吼，咱要去夜市啊遐复活船内迄个有椅啊无？我甲你讲，宋团队因教会互你好博，因都有准备椅啊，吼。啊，你若要家己炸迄种人的野餐的迄种的吼，像迄人咧草皮咧坐迄无，咱去野餐的，迄嘛会使，你家己炸嘛会使。吼，啊，毋过头前位是拢希望讲会当互囡仔坐啦，吼，啊，咱大人坐较后壁的，啊，有准备椅啊，啊，你若讲啊，我坐椅啊坐遐久，我嘛忝啊，吼，啊，你会当家己炸一块垫子，小板凳嘛会使啊，童子椅啊，迄种童子军种椅啊，迄无，迄嘛是可以啊，吼，拢会当你家己感觉方便，你就会当载。啊，佮有即个利和博嘛有准备120粒的茶叶蛋，要互在场伫遐的人。吼，通使用通食，安尼要互因食安尼吼，啊，所以若有问题不要紧，私底下较来问我，我会甲恁讲吼，好报告以上。啊，即间教会吼，有咧进步无？有咧复兴无？看一人事就会敢看出来。就是当教会咧举办活动的时阵，兄弟姊妹安怎踊跃来参与伫迄个内面。即间教会就是咧开始进步，开始咧复兴，所以以后咱若教会咧举办活动，对即边开始，咱拢踊跃来参与报名，阿明吗？阿明，啊，就咧写搁一遍，阿明吗？好，感谢主，好，咱来念上用的圣诗，圣诗580首，何乐天顶主宰，啊，咱吟诗煞请团队来变为祝祷。咱起来来吟全首。
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整大家三角地地，对这世人到永世大无尽。阿免。